爱拍这个咕噜舞的民众，不管是拍出着 birdie， 或者是 eagle， 拢希望会当拍出着好成绩。啊，想袂到遐尼啊拄好，有这个球友伫个台中雾峰的球场，真正去拍着 eagle 哦，就是去讲着蜡叶咯。当下随带这个蜡叶去互医生看，加在这个蜡叶只有小小的刺伤，休困一个啊，就家己飞走咯。 爱拍球人，无论讲是拍 birdie 掠一只鸟，还是伊个蜡叶，拢真厉害。想袂到讲真了球友拍球去结着蜡叶。计要看老鹰来是吧？嘛有小可唔好安尼啦。啊，搁我看伊小可有咧叮当对吧？伊就较欢喜起来安尼啦。毋是掠伊个，是拍球的时伫第7洞178左右，当作是拍乌米出去啊。想袂到位树顶落落来，毋是球，是一只蜡叶。 大家拢惊到，赶紧甲蜡叶烧烧咧。那我们把它带回来之后，就放到我们就是大门口这边，让它先做休息。在那同时，它可能就是休息够了，也回神了，所以它就走出来，动动身子之后，就飞到那个南洋山上面去做休息。啊，像球有打到老鹰这个，头一次听到，我也觉得很特别。对，很特别。后来这个蜡叶经过休困了后，恢复体力就飞走去啊。